美中情局長偷食，焗住要辭職。奧巴馬連任只不過幾日啫，佢嘅管治團隊就傳出桃色醜聞，主角就係佢。美軍攻打伊拉克同阿富汗都係由佢打識噶。上年以退役4星上將接手 CIA 做局長，結咗婚37年，60歲先至臨老入花叢，踏上呢個細佢20年嘅靚女作家，因為偷食被踢爆，前日突然宣布辭職，奧巴馬信都收埋啦。其實呢段孽緣早喺06年開始萌芽。彼得雷烏斯有一次去哈佛講 talk，而布羅德維爾當時係哈佛嘅研究生，呢次邂逅為彼得嘅婚外情埋下咗伏線。08年讀到博士嘅布羅德維爾想請彼得做訪問，男方就提議約出嚟邊跑邊講，兩個熟絡之後，布羅德維爾仲應承幫彼得寫傳記，之後又喺阿富汗做隨軍作家，做過10幾年後備軍嘅布羅德維爾同彼得將軍當然話題多多啦，結果咪撻着咗啦。已經係人妻兼有2個仔嘅布羅德維爾同彼得偷食，原本一直都冇人知噶，但後嚟俾 FBI 發現佢竟然可以入到彼得嘅 email， 一查之下咪衰咗咯。唉，彼得辭職，希拉里又話冇興趣再做國務卿，就連國防部長外界都傳佢唔想撈，睇嚟奧巴馬都要為佢嘅新政府班子慢慢再度一度啦。